手，祷告手，耶稣已经过哇，今仔日是过哇节，实在是真重要哦。因为咱都是不是暗时拢爱斗阵祈祷，拢爱感恩大祷。咱的囡仔有当时拢会讲啥物话？感恩拢会讲今仔日一切顺利。你会讲啥？逐工拢讲共款。然后大祷讲啥？大祷就讲明仔载继续顺利。所以咱有即马有录一个，希望大家拢会当伫个家庭有祈祷的时间，对无？对哈。所以咱今仔日来分享一个感恩的代志。虽然现旧年脑溢血对无？即马咧复健个未完全好，总是有望，因为耶稣已经过活咱要甲主同过活同死同过活，所以感恩的代志一项是咱的主安那互咱过活本来已经无希望过活起来，这是一项感谢。第二项感谢的代志就是，即马你感觉就无望的，你需要主来帮助你，互你会当过活的，会当过起来的代志哦。因为咱的主应允咱相信伊的人，拢要甲伊同死同过活。咱要讲台语的哦，讲手牵手，祈祷的手，搁一遍来，手牵手，祈祷的手。